咱个继续来关心三都二风台哦，总统赖清德早起嘛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视察，甲台东县、花莲县、屏东县，佮有高雄市的首长实行连线。赖清德是指示讲各部会得爱随时来掌握灾情，全力来协助地方政府。另外，虽然台北市哦佮无啥风雨，也毋过环保局佮有公园处早起嘛先去清水沟啊修整路树。 赶伫三都二风台来进前，公园处派人修整市区的树仔，避免去互风台扫倒去造成伤亡。清洁人员沿路针对台北地势较低的街仔路，甲水沟挂掀开，甲积沙捂起来。台北市环保局每一年5月至11月，拢有安排清积沙的工作。今年清理超过2万条车路的地下水道。另外嘛，针对明年风台来，较会积水淹水的路段加强清理。对这个防汛期或者是台风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还会特别加强历年来易积淹水的地方的清淤，还有这个泄水孔清除的工作。总统赖清德初一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，听各部会因应风台的报告。针对风台可能会严重损断华东地区，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，花莲需要撤离3000人，不过刷去赖总统指正，爱所开的是8259个人。 中央各地方数字有精差。贵县应该要优先撤离的人数要到8000多位，8259位，但目前只撤离3000多个而已。户籍人口是5884人，实际居住是3061人，是。所以已经全部撤离完毕吗？ 对，撤离是3013人。面对三都二风台带来风雨，可能造成车路放弃路袂通。罗总统表示，除了赶紧排除障碍物，嘛会指示空军甲海军准备好势，投入军机军力协助救灾。因若通信会断去的问题，速发部嘛提供花莲无共轨道卫星的设备。因若三都二风台可能会为南部登陆，屏东县政府嘛唔敢大意。 有提早做好准备。本县容易成孤岛的地区，总共有7个乡，还有21处，我们都完成了整备。那也储备了10天所需的民生物资、饮用水，还有医疗用品。烦恼屏东会出现大量淹水的灾情，就准备请求中央加调移动式的抽水机，甲抢修的工班来支援，也有行动机地台。罗总统表示，高屏地区可能头一个受到影响。 因若地方提出的需求，国防部甲经济部水利署等等相关的单位，拢会提供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